咁跟住咧就係我本人啦。咁咧就因為呢個都係由最初2年一檢轉到去1年一檢啦。咁呢個即係當初工會咧都係同意嘅嚇。咁因為如果即係疫情嘅時候咧，就有一次試過凍結，咁啊結果咧就4年咧都冇加到最低工資嗰個水平。咁啊，如果疫情嘅時候嗰4年咧，我哋用呢條公式咧，就我諗即係每年咧都略嚇，因為按通脹咧都起碼有得加啊嘛嚇。咁所以呢個咧1年一檢咧係真係幫到啲工友嘅。咁但係咧就正如好多議員講啦，即係我自己就覺得嗰個經濟分享嚇或者嗰個生產力增幅嗰個因素咧，就嗰個考慮咧就實在係太過低。嚇，咁你考慮完之後咧，仲要成20%嚇，咁咁啱咧，即係今年咧都有係可能0.3左右嘅一個體現啦嚇，咁嗰個原因咧就係因為過往10年嗰個經濟增長咧，因為有幾年咧都係疫情，咁啊可能比較低，咁你今年咧就正常翻啦嚇，咁減咗咧就有啲差額，咁我就擔心咧，即係之後往後嗰幾年，如果經濟都係平穩增長咧。兩個數減埋之後咧，都係得個吉嚇，變咗0嘅嚇。咁如果真係經常都發現呢種情況嚇，嗰個即係經濟分享嘅因素咧，都係0，又或者咧係比0好少少嚇，其實都係得個吉㗎啦嚇。咁如果連續3、4年係咁嘅情況咧，就嗰個因素咧就等於形同虛設嘅時候咧，即係你哋都會唔會考慮係立即咧啟動嗰個檢討嚇？如果唔係咧，你加咗呢個因素落去咧，有等於冇，其實亦都冇乜意義嚇。咁啊，呢個第一個啦。咁第二個咧就關於嗰個巡查執法嗰度咧，我就想睇下你哋嗰個執法咧，都有冇針對係一啲外勞嘅情況啊？咁當然有一啲企業咧，因為請唔到人咧，都需要輸入外勞嚇。咁呢個冇問題啦，按機制去處理。咁但係咧，因為嗰個有啲行業咧，你睇翻嗰個外勞嘅中位數咧，佢輸入嚟咧，其實都可能12,000蚊嘅啫嚇。咁12,000蚊咧，如果佢真係做26日嚇，一日咧就做11、2個鐘咧。其實計翻開咧，就可能真係叫佢不斷加班嘅時候咧，除翻開咧，可能每個鐘咧就唔夠42個1嘅嚇。咁即係當然咧，你哋都其實都有專門嘅同事去巡查啊，即係睇下啲僱主有冇剝削嗰啲外勞啊嚇。咁如果你真係有剝削，扣咗一嚿錢嘅時候咧，佢可能咧除翻開咧嗰個時薪咧，就唔夠42個1嚇，咁仲犯多咗一條罪嚇，即係除咗剝削之外咧，就短付呢個最低工資。咁所以我想睇下，即係針對外勞嗰度咧，就有冇一啲巡查啊，或者係執法嘅情況係即係希望咧都保障翻一啲外勞嘅權益嘅嚇。係請副處長。係多謝主席嗰個兩個問題係就住嗰個公式嗰個設計咧就。主席都講得好啱嘅，即係我相信委員會佢設計嗰個公式啊、指標啊嗰個內容咧，佢都要考慮翻，可能都個公式希望係能夠係適用一段時間啦，一個比較相對長嘅時間啦。咁正就係可能有機會經歷即係經濟唔同嗰個嘅週期啊，或者調整啊咁。通脹都同樣地嘅，咁可能喺某啲個別年份咧，可能個通脹會比較高，或者比較其他年份可能比較低。經濟嗰個增長都一樣嘅，咁所以我相信委員會佢考慮一個通盤考慮咗之後咧，咁係建議呢一個公式咧，希望能夠比較穩妥，亦都比較全面，可以照顧到可能即係經濟啊或者通脹唔同嘅情況啦。咁而睇翻過去喺嗰個公式入邊參考其中一個數字咧。就係過去香港最近10年嗰個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當其時委員會都檢視個數，我哋喺個文件附件都有顯示，就係1.1%。咁我相信喺正常情況，我哋今年啦，財政司長都估算咗個今年經濟增長都應該會比較高嘅，會高過呢個數嘅。咁所以我想喺正常我哋嗰個經濟增長情況，你話過去10年都係嗰個 GDP 個增長都係1.1啫。一般可能如果正常經濟發展係應該都會
高過呢個數字嘅咁就我哋希望都係再喺個公式咧累積到一啲佢真係計算出嚟嗰個實際嗰個數字個運作嘅效果咧，咁再睇下嗰個檢視個空間啦，咁或者再優化嘅空間咧係會比較合適。主席，第二個問題關於輸入勞工嗰個巡查執法咧，我哋勞工呢個視察科咧有幾隊勞工督察，佢係專責去巡查聘用輸入勞工嗰個嘅僱主嘅咁我哋都會係全面咧會係檢視翻佢哋嗰個整體嗰個嘅僱傭嗰個保障嘅嗰個嘅情況。咁當然包括埋咧佢哋嗰個實際嗰個獲得嗰個工資嗰個嘅水平咧係要符合到嗰個法定最低工資嗰個規定嘅。唔該主席。